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15号。这一期咱们还得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聊一聊小米啊。震旦这个上半年这个长城汽车的老总魏建军他说这个汽车界的恒大已经出现，然后大家都纷纷在猜测是抹迪就是汽车界的恒大。当然抹迪也跳出来这个反击，好像认了这个说的就是他就是汽车界的恒大。正在大家都担心或者都在觉得这个抹迪能不能扛得住抹迪的销量确实降了9月份降的还挺明显。当大家在关注抹迪能不能扛得住的时候，怎么小米好像要有先走的意思了呢？这个小米口碑塌房，这个不光是塌房就是说从前几天这个成都一个小米的苏七，虽然它是后面这个交管部门对吧通报这是酒驾超速，但是网友对吧群众那还是把目光锁定了这个小米，网上各种对吧吐槽小米的是越来越多你看下一个视频出队，一车二主分3场造，不过4轮5门6座，只会叫7、8、9名，十分可笑。对怎么不对呢？你不给我面子，我可真的要发飙了。让我来试试。10车9照，只是8拼7凑，6买5购4求，省去那3言2语1个字偷。好工整啊！哇，你来的正是时候没事。在下是7省鬼火少年购买首选，绰号车界最强的对穿肠，阁下是？小弟接送一家人，街道上一个普通奶爸车华安。好，我就来会一会你。AEB 开不好，停不掉，自动驾驶可笑。PPT 言无信，风无道，风味解锁不妙。吹雷雷，虚实，处处坑骗。真假，忽悠，偷字言。快出对子，对死他！雨田惊雷，雷人雷雨，雷峰塔，尽力而为，为国为家为华夏。好我全站自研，显现上等能力。你全靠整合，没有半点专利。我堂性能跑车会输给你个面包，你家坟头来种树，两岸猿声提不住，鱼飞过手入我肚，绿化带你当马路。对儿本为消遣作乐，今日穿堂兄居然对到呕出几十两血，可谓空前绝后，小弟佩服。一个字。这个视频虽然没有点名哪个企业，但是所有人看完之后好像心照不宣就像那个魏建军说车圈的恒大一样，心照不宣都认为不约而同就自动锁定了某个品牌。这也神奇实际上这就是某个品牌他们过度营销导致的，就是自己给自己贴了很多标签，然后这个只要别人一说到符合这个特征的，那这个网友自动就会匹配到某个品牌。像这些视频还是自媒体恶搞，那这些官媒下场那就不是说自媒体恶搞的事了。那自媒体恶搞这个好办对吧，你可以有个庞大的法务团队养他3000人的法务团队来针对这些自媒体，但是有很多官方媒体下场，这就比较难办了。这官媒背后到底代表谁对吧，背后有哪些势力，有什么靠山，他们意图到底是什么，是不是领命而来，谁不知道自媒体嘛，那是乌合之众，反正是没有靠山，法务就可以解决。你看这2天官媒下场，什么官媒呢？首先是南方周末，大家也知道南方周末的这个文章的力度对吧，他们这个影响力。这个南方周末是10月14号晚上刊登一篇报道，叫2分钟路人生死抢救：起火的车拉不开的门。这说谁呢？这个南方周末没有隐藏人家直接点名。2025年10月13号凌晨3时18分，成都市天府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米苏七追尾一辆轿车后，撞上道路中央花坛后，冲进对向车道，起火燃烧。这是南方周末这个标题就很刺激起火的车拉不开的门。这个中国新闻周刊昨天刊登一篇报道，叫成都车祸后小米汽车
直播间遭网暴，多家小米汽车直播间因网暴停播。记者发现10月13日，多地小米汽车门店直播间都遭遇了网暴，部分直播间在线人数一度超过2000人，大量网民在直播间内刷屏，门把手打不开、拉机车等极端言论，更有甚者把矛头指向主播进行人身攻击。对此，有主播在直播中回应：“我们只是打工人，请停止攻击。”10月14日，小米汽车直播间的网暴现象仍在延续，但记者观察到，与13日相比，大部分门店直播间选择了暂时关闭，当天开播的直播间数量大幅减少，而这些少数照常开播的直播间内，依然有大量的评论在刷屏。有汽车销售告诉南京记者说，此事对销量暂时没有影响。还有销售表示，具体数据需要等下个月才能看到。关于门把手无法打开的问题，销售表示一切以官方通报为主。如果说这些还是自媒体还是网友这种愤怒，或者是这些网友网暴，或者说吧，这些人不懂，你们误解了小米，对吧？你们曲解了，你们甚至在抹黑，对吧？我们也可以说这官媒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还有很多我记得还有其他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些媒体也不怀好意。那我们看一看专业人士人家是怎么说的。这个网上流传一段视频说的是奥迪的高管，就是一汽奥迪销售副总李凤刚直指部分车企使用消费级芯片存在安全隐患，也就是用消费级汽车芯片代替车规级芯片，这俩不是一个概念。车规级的芯片贵得多消费级芯片要便宜如果大家理解不了，那你可以回忆一下，小米不是发了一款那个纸巾盒吗？那个纸巾盒还要卖160还是180然后很多这个网友就说太贵了，一个纸巾盒卖那么贵。后来雷军亲自做了个回应，说我也不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异常，专门找同事问了一下，原来这个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纸巾盒，它是车规级纸巾盒，所以贵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反过来说也就是车规级的芯片贵，那大家能理解吧？因为车规级的这个纸巾盒都贵吗？那这个奥迪的高管对吧，说这个某些品牌用的不是车规级芯片，而是消费级芯片，拿便宜货对吧去充当这个贵的，就这意思大家看视频雷军哭了，奥迪高管亲自下场开麦怼小米。最近，奥迪大中华区高管怒怼雷军，说小米用的是消费级芯片，而不是真正的车规级芯片，卖这么高的价格很不合理。结果，雷军当场反驳，他说小米汽车的芯片通过了美国的 AEC Q104 测试标准，意思是我们合格了。可问题是，这场考试考的只是外包装，不是芯片的本体素质。打个比方，一颗消费级芯片就像一颗普通鸡蛋，你把它装进一个超坚固的盒子里，再放到高温高寒、颠簸震动的环境里疯狂测试，最后鸡蛋没碎，说明盒子设计的很不错。但你打开盒子一看，还是那个鸡蛋，并没有因为抗衰就变成了恐龙蛋。AEC Q104 就是这么一个测盒子的标准，它关注的是系统级封装的稳定性，而不是芯片本身的冗余设计、安全寿命和极端抗干扰能力。而最关键的是，消费级芯片寿命3至5年，车规级芯片设计寿命至少10年。前者面对电源掉电、电磁干扰、极端温差等工况，很可能直接宕机。而这些真车规该具备的能力 ，AEC Q104 并不测试。这也是奥迪高管说出那句重话的原因。汽车不是快消品，用户安全必须第一位。芯片不是你考过一次就能拿去开车的，更不能因为穿了防弹衣就说自己是上战场的兵。别忘了，小米的3纳米芯片疑云还没散去，如今又来一颗包装过的消费芯，真的撑得住10年驾驶里程吗？在真正的战场上，只有用命扛过来的才叫车规级。如果说自媒体在那儿瞎嚷嚷，还有一些正经的媒体也搞不清状况，泼脏水，那这些人家是专业人士，怎么解释？所以给人的感觉，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对吧？尤其是这几天，咱们也说了咱们昨天做节目说了，因为接二连三的你这个品牌的车出事，实际上就遭到了流量的反噬。流量反噬只是表象，对吧？你是靠这个互联网营销、饥饿营销，你是靠营销出名的起家的，最终对吧被营销反噬。现在网上玩梗的，搞这种短视频的，全部是拿小米开玩笑，所以就是反噬。但是流量反噬还是表象，因为咱们经常说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你的品牌过硬，你的质量没问题，你安全性非常好，人家想黑你也黑不了，或者黑那也只能黑一小会儿，对吧？过2天清者自清，这消费者依然会买单，认可你这个品牌。
不可能因为别人黑一下，哎，消费者就不买单了，因为你这个质量就是好啊，安全呢。所以说啊，我认为雷军、小米这个时候不能再跟网友较劲，对吧？不能再派法务上了火上浇油，而是静下心来好好的总结。也就是啊，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小米再不反思就晚了。作为一个新品牌，造完手机造汽车实属不易啊。雷军自己宣传他是，对吧？拿出全部身家压上了来造汽车，那似乎就是啊，不成功变成人。这个造车一旦失败，他不仅不是什么首富，马上就倾家荡产，孩子上学，这个大学学费都够呛，很悲情啊。那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得脚踏实地，对吧？不能再玩过去那套造手机那个互联网营销那一套。就是我一直说啊，因为手机你出不了大事啊，对吧？你那个营销管用，汽车它是安全的。这个文章说啊，小米再不反思就晚了。但是他说的切入啊，也是成都这个事故，也是门把手打不开。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啊，对吧？有很多网友啊，他偏离了方向。他说，哎，你看成都这个交管部门都已经通告了，这是酒驾，甚至是醉驾，对吧？然后超速，那你不能把这个安全事故放在，对吧？你说什么小米门把手打不开，对吧？这个人出事故是因为酒驾超速，这个话说的没错。但是啊，现在网友要讨论的是，出了事故碰撞，对吧？你车门为什么打不开？即便啊，你的车门打开了，那人已经不行了，救不活，那是另外一回事。车门打不开是车门打不开的问题。有人又在那说了，来说那个你160的速度撞哪儿，对吧？也有可能那个车门都打不开，你就是机械锁，你就是油车，车门也有可能打不开，哎，就会有这种狡辩了。所以现在你看啊，大家矛头指向都是你这个门打不开。那个南方周末报道的更加这种叫动情的吧，叫起火的车拉不开的门。他这个文章说啊，说小米啊，除了性能党标签之外，还有2个突出的标签：平价、年轻化。平价很好理解，说毕竟苏七和玉七能爆，性价比很高，一直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实际上啊，如果这个业内的专业人士看来，它的性价比并不高，对吧？刚才奥迪那个销售主管已经说了嘛，你把这个，对吧，车规级的芯片你给换成消费级，那你的价格当然就下来了，但是性能没有提高，性能只会下降，但是消费者不懂啊，搞明白了吧？所以说啊，小米性价比很高呢，这个恐怕呀要打个问号了。你认为它性价比高，是因为你不懂，就像那个认为那个李明那个小朋友的写的叫书法，哎，那字写的好漂亮，没毛病。但是你要说它是艺术是书法，那就说明你不懂。这个例子是完全是通的啊，一点毛病没有。你也觉得这个消费级的芯片能用，没毛病啊，对吧？有的时候用的还更流畅啊，显得还好一点。但是它跟车规级芯片那就是俩概念。你要说它俩人一样，那说明你不懂，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事。你说我感觉这个芯片挺好的，我用起来挺丝滑，是吧？他的文章说啊，说这个又性能又便宜的直接结果就是对于年轻用户的致命吸引。当然他这个性能便宜都打了这个引号啊。说去年4月和今年8月，第三方咨询机构电动汽车用户联盟分别给出了苏七普通版锁单用户和什么苏七大定用户的什么调研报告。虽然车型定位配置细节完全不同，但消费群体的年轻化属性相当一致啊，也就是苏七的用户为90后，平均年龄31，未婚和已婚无孩占比63%。也就是他这个文章认为啊，跟我的以前观点一样，就是小米的用户群体啊，画像就是年轻。这小米用户的客观年龄分布远低于中国整体汽车消费人群的平均年龄。根据汽车之家研究院今年年初公布的数字，30岁及以下的购车用户占比在中国车市啊仅20%，也就是说咱们整个的汽车消费啊里面30岁以下的只占1/5。但是小米汽车不一样，小米汽车30岁以下的占80%。所以说小米汽车的这个锁定的都是些年轻人，这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对吧？小米汽车你要提倡一个什么样的汽车文化？你锁定年轻人可以，那你给年轻人灌输一个什么样的汽车文化？是不管什么汽车文化，安全是放第一位的。因为你开车不仅影响自己，你还影响你坐车的人，你更影响路人，对吧？你会影响无辜的人。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老是抓这个小米安全说事啊，对吧？你不能开个车你耍酷，你把别人给耍没了。所以你看啊，小米你锁定的用户是年轻人，那你向年轻人灌输一个什么样的汽车文化？你不管什么文化，安全放第一位。然后这个文章他认为啊，他是最终三者叠加
成了一个高风险的组合。它是明显更年轻、平均价龄较短的消费者，可以通过30万左右的价格获得过去几百万甚至还现售的跑车级别产品性能。其中呢，极少数用户到手之后还会利用小米的产品进行超速、斗气等违反法规、影响公共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就是那个什么跑到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崩直线的，崩完之后拿刀捅人家的。你看看就这种用户画像。说多位小米苏7用户私下向虎嗅汽车透露，即便马力设置不高，在使用低滚阻轮胎的情况下，骑在90度转弯速度较快的情况下，也能轻松实现车尾漂移。这一行为同样出现在了前天的夜晚，也就是他那个成都出事那个车啊，也出现了这个车尾漂移的现象。说其中有一位30多岁的小米苏7 Max 车主，甚至向虎嗅汽车表示啊，他说其买回来之后一度尝试了半个多月的运动模式，提速实在太快，需要频繁刹车控制车距，自己开起来都没那么舒服，还经常会吓出一身冷汗。最后犹豫再三，还是选择把这个比较危险的模式关闭。事实上，这小米也不是没尝试过限制用户对于车辆高性能的不恰当使用，但是没有用啊，对吧？你大字宣传的是各种酷，你最小的字提醒的是安全，那有什么用啊？你应该用大字提醒安全，对吧？小字提醒各种酷。我这只是举个例子啊，对吧？就是这意思啊。你的重点在哪儿？你的重点，它的重点在营销上面，营销就是说各种好，对吧？那些不好的或者那些需要用户重点关注的，他就在那个说明书里面一笔带过，你自看去吧，对吧？你也不能说小米汽车他就没提醒这些，他都提醒了，有什么用啊？说今年5月1日，小米汽车曾试图通过 OTA 新增排位模式，需要车主在指定赛道达标后方可解锁1548匹全马力，旨在甄别驾驶能力，降低公共风险。这一在外界看来很合理的操作，很快遭到了很多用户的抵制。在众多用户的声讨之下，小米迫不得已在3天之后又撤回了这一 OTA。从小米自身的视角啊，在其2021年正式起步之时，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成了红海，自主车企的众多新能源产品早已将基础性的出行功能给满足，再加上多年以来自身对于年轻化、性能党的坚持，造出一款高性能的家用产品，并且将其推向市场，其实是一件既符合小米自身直觉，也能够在市场调研中自洽的选择。很可惜，高性能的手机顶多是续航不够长或发热，但高性能的汽车带来的后果是真的能闯出大祸的。这就是咱们的观点了。而且小米既无法与这样的祸事切割，更没有能力去限制已有用户的行为。文章最后说毕竟汽车行业不同于电子消费品的市场，在电子领域不留余力的激进策略或许能带来短期爆发，但在汽车制造领域，这只会为企业留下长期风险。与其追求急速狂奔，不如稳健前行，因为稳健和安全才是汽车行业真正核心守正。因为这个雷军啊曾经讲过，叫守正出奇，先上牌桌啊，这是雷军造小米汽车他的一个理念，就先坐上牌桌再说。但是这个显然这个牌桌可不那么好做。就在小米汽车现在遭遇这种安全事故、舆论风波，对吧？大家都在这个关注或者叫指责，结果又来了一位造车者你不服是不行的。所以今天咱们要聊一下新能源汽车了。这新能源汽车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你还没有唱罢呢，新的人已经登场了，等不及了。这就是京东说10月14号，京东宣布联合宁德时代和广汽共同推出一款国民好车。这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的说据悉，此举并非简单跨界，而是通过整合京东在用户洞察和买车、养车等方面的优势资源，以及广汽整车制造能力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打造一站式配齐的汽车消费新模式。面对激烈的新能源竞争，此次合作
通过模式创新推动汽车消费升级，为汽车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凤凰网科技报道啊，说京东部分汽车岗位年薪高达123万，京东造车招人100万年薪。10月14日，京东回应下产造车引关注。目前，京东正在卖卖上招聘多个汽车相关的高薪岗位，涵盖后端开发、算法、采销等多个工种，其中汽车零售事业部算法岗年薪达到123万元，汽车行业采销负责人年薪高达110万元。这个他的报道比较简单啊，简短，所以我也没仔细去研究，给人感觉是京东他也要造车了。当然了，也可能啊，京东的造车跟咱们通常理解的造车也不一样。不管他玩什么花活吧，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这领域又来了一个互联网企业，这是为什么呢？这你方唱罢，对吧？我登场，这些人还没唱完呢，就后面就急不可耐的就要上场了。这一方面说明啊，这个新能源汽车恐怕是没有什么门槛，真的是你就在市场上采购，你自己可以拼嘛。你恒大也能造车，一个造房子的，人家说也要造车造第一，对吧？那个姚老板准备当万科大股东的那个姚老板呢，宝能的对不对？人家也要造车，房地产老板要造车，这个贾老板对吧？远在美国也要造车，贾老板是孤军奋战啊，一个人呢，一己之力在那儿造车。雷布斯对吧？一看2021年那个时候明显的啊，汽车已经进入红海，已经卷起来了，对吧？连这个准备了10年吧，这个苹果是不是人家是2023年吧，果断的终止了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项目，投了10亿美元研发，人家一下就停了，觉得玩不了这个。但是你看我们的后来者雷军啊，既是技术杀进，雷军杀进之后，现在搞成这样啊，京东他还嫌这个市场不够拥挤，对吧？也当一个玩家进来，所以我作为韭菜啊，我就认为这个新能源汽车恐怕是没有什么含量，谁都能造，谁都能进来玩一把，只要你胆大，对吧？只要你不怕。从京东这个角度来说啊，也确实，我在很久以前就说了，刘强东一出来，实际上就标志着京东已经不行了，要不然刘强东不可能退到2线，对吧？天天享受生活的时候，所谓的咱们说的叫财富自由啊，他仅仅那么1-2年享受了一下财富自由，现在又杀到1线，开始跟他的兄弟们晚上大半夜还要吃火锅，还要对吧拍段子，然后又是送快递，你说刘强东出来累不累啊？对吧？先杀到外卖行业，现在不了了之啊，外卖这个可以说京东已经快画句号了，他只要不持续投入啊，一定是越来越萎缩，冲一下，对吧？你看现在京东还提外卖吗？你提就要花钱，又是费用又是预算。京东做外卖后面还没做明白，后面要搞什么？京东要做那个直营店是吧？1万个那个餐馆，这个倒是不错，但是这个投入也大啊。外卖还没整明白，他要整什么？整那个文旅，开始卖机票卖酒店。文旅现在整到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文旅还没整明白，他就开始整什么？好像跟茅台是干啥？反正那个他现在是啊，就感觉是那个救命稻草，抓一根是一根，已经到这完全没办法聚焦了。直到现在啊，突然又抛出一个造车计划，他要造好车。这个在我看来啊，这不是京东跨界，对吧？不是京东什么破圈，纯粹是就像一个落水的人呐，乱扑腾，抓一根稻草是一根。你看他这个搞法，他扑腾的越厉害，他消耗的资源越多，沉的就越快，对吧？你再从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来看，你说这什么行业啊？就给人感觉就是啊，和尚摸得我也摸得，对吧？小米能造车，那我当然也能造车啊。小米说了，那联想未来都能造车，我凭啥不能造车啊？虽然我也没有造车经验，但我毕竟有造手机的经验呢。那京东的理由就是，虽然我没有造车的经验，但是我有卖车的经验呢，我有卖手机的经验呢。京东不是线下有什么京东养车吗？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啊，反正你去那儿可以保养维修什么的。他是我有线下这些站点，对吧？我可以整合，一边是很多企业倒闭关门，一边还有新的玩家入局。新能源汽车啊，对吧？这个只能说它越来越卷啊，越来越残酷。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啊，就在大家以为这个新能源汽车里面的恒大啊要浮出水面，要爆雷，结果恒大没爆，这个恒二岌岌可危。不过从这次舆论来看啊，确实小米有翻车的迹象啊。如果雷军啊现在马上反省，对吧？现在就开始调整，或许啊还能扭转这个局面。如果任由这么发展，对吧？那是不是走在恒大前面？这可真不好说啊，对吧？他也就那么1款车2款车，马上卖不动，问题就出来了，对吧？一个宣传，对吧？200的时速能多长时间刹停的一个车，刹车性能那么好的一个车，结果啊居然能自己开到海里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啊，说近2年多起电动车事故中出现车门打不开的情况。2024年4月，山西省侯平高速路段一辆电动车
追尾道路养护车，随后起火，造成司乘3人死亡。事故车辆车门打不开，引发关注。2024年5月，山东省淄博市一辆电动车撞上路中央防护栏，起火后，被困人员随后由路人用撬棍和小刀救出。2025年3月，安徽省铜陵市也发生类似事故，3人身亡，同样车门打不开。电动车在发生事故时，门把手打不开有多种原因，比如一些电动车门把手被设计成电控开关，有电的时候才能打开，一旦断电，车门就无法打开。再比如车辆边框或核心零部件在撞击后发生重大损伤，机械锁装置损坏等情况都会打不开车门。我记得雷军当了1个小时的首富那天小米的股价创新高，从那以后小米的股价一路下行。这次成都的车祸小米这个市值又蒸发了700亿港币。所以说雷军真的要引以为戒，要重视了千万不要走在新能源汽车很大的前面这玩意爆雷还有抢跑的吗？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